越係進步發達嘅國家咧，就越注重植樹植林咧嚟美化環境嘅，咁令到市民大眾咧可以更加接近大自然，呼吸下大自然清新嘅氣息嘅。嗱，其實省港澳呢3處地方咧，喺100幾年前咧已經開始注意呢個綠化植林㗎啦，否則今日嘅市容咧就唔會係咁輝煌美觀嘅。咁究竟省港澳當年植樹植林嘅情況係點嘅呢？呢一樹就係白雲山上能人寺正門入口之處嚟啦。咁嚟到呢一樹咧，只見樹木咧非常之青蔥可愛。咁呢啲濃密嘅樹林咧，就將嗰啲灼熱嘅陽光咧係遮擋開去，令到呢一樹咧變得非常之清涼嘅。但係有冇諗過原來咁清涼嘅地方喺幾十年前係非常之樹木稀疏嘅咧。咁現在所見到嘅滿眼嘅青翠樹木完全係近呢幾十年嚟有關當局努力植林綠化嘅結果嚟嘅。從呢一度白雲遠望落去，白雲山腳下咧係望之不盡、綿延不斷嘅青翠樹林嚟嘅。但係若果從幾十年前嘅舊圖片睇上嚟咧，以前嘅白雲山可以講係光山禿頂嘅噃。咁原來咧喺49年前咧，白雲山可以講咧係草木稀疏嘅。咁直到1990年代，有關當局鑑於白雲山頂上高原有嘅松樹，咁咧就係發生咧係老化，並且咧出現蟲害，於是咧係重新嚟植林啦。咁一種咗有160幾萬棵嘅樹木咁多，並且咧有成60種嘅品種嘅噃。咁咧白雲山所栽種嘅樹林咧，以多層次、多品種、多香味、多色彩為主嘅。咁所以到現在呢個雲山疊翠就係成為羊城8景之一啦。咁真係想唔到咧，短短幾十年咧，居然有咁大嘅變化，滄海桑田咧，真係令人咧係感嘆不已嘅。不過呢一種嘅變化咧係好嘅變化嚟嘅。以前嘅白雲山咧係樹木稀疏，咁越秀山又點呢？嗱，從呢2張古舊嘅圖片睇上嚟咧，原來以前嘅越秀山都一樣係樹木咧稀疏，但係現在上到嚟越秀山公園裏頭咧，發覺佢咧樹木青蔥可愛，非常之濃密。咁呢一個咧就係植林綠化嘅結果嚟啦。咁呢趟嘅植林綠化咧，可以講為越秀名山咧增添不少嘅風采嘅。香港喺未開埠之前咧，本來就係一個荒涼嘅漁港嚟，土地面積咧係細小，而島上嘅樹木植物咧都唔多嘅。咁從香港開埠初期嘅幾張油畫以及照片睇上嚟咧，從山腳望上去，山頂上高咧真係光脫脫，係寸草不生嘅山崗嚟嘅。點解會有咁嘅情況？香港政府點解唔設法係綠化環境呢？原因呢就係因為香港政府喺開埠初期嘅30年仲未下定決心是否喺香港作長遠嘅發展嘅。及至1970年代初香港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喺港島嘅山頭以及郊外大量種植呢啲樹林嚟綠化環境。從此香港嘅山頭野嶺可以講係面貌煥然一新嘅。就好可惜喺1941到1945年日本統治香港期間，因為缺乏呢個能源動力，於是大量係呢個砍伐呢個樹木，
咁嚟咧作為係呢一個燃料，咁於是咧令到香港嘅樹林嘅面貌咧，可以講係破壞得咧面目全非嘅。及至到喺戰後嘅1953年咧，香港政府咧就開始實施係呢一個植林嘅計劃嘅。咁從此香港又開始咧係恢復佢青綠一片啦。當年所種植嘅咧，絕大部分都係嗰啲松樹嚟。好可惜喺80年代因為咧呢啲松樹受到呢個病蟲嘅侵擾啦，於是咧就將佢咧大量係砍伐，改種其他嘅樹木。咁於是咧香港咧又再一次咧係煥發佢嘅自然生機啦。講起上嚟香港嘅植林綠化計劃最早期嘅時候就喺香港本島咧嚟推行，其後係呢一個咧將佢推而廣之，將個範圍擴展到九龍甚至整個新界各地嘅。咁其後連離島咧都實行咧植林綠化啦。嗱，譬如呢一處長洲咁，長洲以前咧本來一個荒蕪係呢一個咧係山石遍佈嘅小島嚟，但係經過咗植林綠化之後，現在嚟到長洲咧，都見到係綠蔭處處，可以講周圍咧都見到呢啲青蔥可愛嘅樹木嘅。澳門早期無論係市區又好，抑或附近嘅山頭又好，通常咧都係樹木稀疏，咁有好多地方甚至係光禿禿一大片嘅。但係自從喺124年前嘅1882年開展咗植林綠化計劃之後咧，咁係呢一種局面就開始慢慢咁係扭轉過嚟啦。當年嘅澳門政府喺市區各個地方以及二龍喉公園呢處一帶咧，係種植咗各式各樣嘅樹木咧，有550棵咁多嘅。所以現在嚟到二龍喉公園呢一帶咧，就會發覺到咧，佢係樹木非常之青綠可愛，成為一片清涼世界嘅。當年澳門政府喺二龍喉公園嗰處大量種植樹木嘅同時咧，又喺東望洋山上高呢一處咧係種植呢啲咁嘅松樹嘅。正因為係咁當呢座山頭佈滿晒呢啲松樹之後東望洋山又被人稱為係松山嘅。咁根據一項2002年所作嘅調查報告咧，顯示出澳門超過50歲樹齡嘅老樹咧，一共有成500幾棵咁多嘅喎。呢啲就係當年開始係植林綠化嘅成果嚟啦。咁總括而言澳門嘅植林綠化工作做得越好啦，呢座旅遊城市咧就越美麗越目，而對於遊客嚟講咧就越有吸引力啦。回顧省港澳城市發展嘅歷史咧，就會發覺到佢哋早期嘅山崗以及附近嘅郊野咧，都係光脫脫係一大片。但係喺後來大量種植花草樹木嚟美化環境之後咧，市容咧就大為改觀啦。好可惜啊！好可惜咧，近年因為要盡量開發房地產，以致到出現土地過分開發嘅現象，令到大自然嘅生態咧係失去平衡嘅。嗱，我哋咧一定要記住適可而止，以免將前人植林綠化嘅心血白白浪費啊！